我係一個主要係喺 IG 上邊 po 文章嘅人，都係一個創作者啦。可能有啲人識我係經過 Wilson，即係我先生，所以認識到我。咁我第一本書係出版喺2019年，願你從此有我以後，係一個關於半自傳式嘅講述遠距離戀愛啦，同埋初入社會嘅一個女仔嘅心情嘅散文集。之後就陸陸續續出版過《告別你的全世界》一本短篇小説集啦，然之後我在人間食溫柔啦，愛情散文集，同埋有啲比較愛情工具書嘅學會愛人的100堂課。咁今次呢本書願你似身中底繁星咧，其實都有過去嘅書嘅影子，但係都有加入咗我喺呢5年感受過嘅新嘅事物喺入邊，去寫低我係都唔止呢5年，係呢10幾年嚟嘅旅途嘅集大成之作。咁係咯，咁我諗好多時候喺 Instagram 上面收到好多人嘅私信，有啲人會問我，除咗好多關於愛情嘅問題呢，我聽過一個最多嘅疑問呢，就係究竟寫書係咪難唔難嘅？係咪好困難嘅一件事？即係當然好，我諗 follow 得我嘅人對文學或者對寫嘢都有一啲興趣，好中意睇書嘅。所以佢哋就想知究竟寫書係咪好困難嘅一件事呢？點解你可以寫咁多嘢，或者有乜嘢係可以令到你堅持落去呢？我自己覺得寫文字或者創作對我嚟講係好自然嘅事，但係喺出版一本書嚟講呢，係一件好矛盾嘅事。